好多謝大家撳入嚟睇呢條片啦。未講今日嘅內容之前呢，先自我介紹一下，自己係一個移民咗去外地嘅男護士啦。咁從來都冇，亦都冇掂到下一啲同電影有關嘅工作嘅，只不過係閒時係中意睇戲，特別係中意睇香港電影啦，所以間唔中就攞出嚟講下咁樣嘅啫。今日主要嘅 topic 咧係想講，啱啱就過咗2025年嘅頭半年啦，1至6月，咁同大家簡單回顧一下上半年究竟大家睇咗啲乜嘢港產片，有咩好睇或者唔好睇嘅消息咧，可以攞出嚟講下嘅。咁先講啦，我講嘅內容咧就會省略一啲已經報咗名參加上年金像獎嘅戲，包括1月份嘅香港四徑大步走啦。3月嗰啲看我今天怎麼說啊、苦毒筆啊之類呢啲呢，我都會省略唔講嘅，因為好大部分喺上年有好多人都已經講咗。咁先從1月開始講起啦。1月大家睇咗啲乜呢？首先呢，就1月11號有一套叫做《曾經擁有》嘅戲，由徐子耀導演執導嘅，黑仔姜皓文啦、Fish 廖子妤主演。呢套戲呢，我記得好多年前呢已經攞過出嚟，即係其實都係其中一套大家俗稱嘅倉底貨啦。當年呢套戲推出呢係叫做電影痴漢嘅，如果冇記錯嘅話呢，呢套應該係男主角姜皓文甚至仲早過翠絲拍嘅添。但係呢套戲一直都冇消息啊，冇特別嘅 trailer 去講，淨係知改咗幾次名。印象中開頭叫電影痴漢啦，慢慢好似改咗做痴漢，跟住就慢慢就改到依家曾經擁有，咁一個相當溫和嘅名啦。我記得呢套戲上嗰陣呢，我喺 IG 度留言過話，點解唔叫翻以前叫嚟電影痴漢呢個名呢？嗰個名其實仲有啲堅力，或者仲吸引到人去睇啊咁樣。導演呢當時係親身喺 IG 度回應咗我，佢就話當你睇完呢套戲呢，你就明白點解個戲名叫曾經擁有噶啦，講得好有自信咁樣。我只係睇咗呢套戲之後呢，係相當之失望啊！即係心諗拍到咁就唔好駁嘴啦。套戲完全係老土之餘，係帶唔出入邊男主角好中意電影嗰種感覺，淨係一個好普通、好普通嘅故仔，亦都睇得出好多陳年舊嘅痕跡喺呢套戲入邊嘅。好，到1月尾咗咩戲呢？就係3套賀歲片啦，《臨時決鬥》、《麻雀女王追男仔》同埋《長島必贏》呢3套戲啦。咁先講講呢3套港產賀歲片喺澳洲墨爾本呢邊係咩情況啊？3套戲入邊呢，其實只係得麥啟光執導嘅《臨時決鬥》呢，有喺 CBD 嘅京華戲院上映嘅啫，而另外2套係冇嘅。我另一條片有講啦，《長島必贏》就最近喺國泰嘅機上面有得睇啦。咁同過往幾年嘅賀歲片有咩分別呢？大家去參考下啦。早幾年有一年呢係《飯戲攻心2》啦，《臨時劫案》同埋《盜月者》呢係呢3套賀歲片嘅。當年呢3套呢喺澳洲 Melbourne 呢度呢都係有上映嘅。而除咗有上映之外呢，臨時劫案同埋飯戲攻心2更加係啲主流嘅戲院係有上映添，而最後嘅盜月者都係喺 CBD 京華戲院有上映。咁今年呢，只不過係得臨時決鬥有得上，仲要係上嘅場次好少，咁睇得出個分別都幾大啦。咁好多原因啦，可能口碑問題啦，或者呢3套賀歲片其實個製作都係比較趕，亦都係有影響嘅。咁至於喺口碑方面呢，呢3套戲嘅口碑都係即係一般般啦，冇乜邊套係話大家覺得睇完係好驚喜，或者係覺得好精彩、好深刻嗰種。票房方面更加係有啲慘淡嘅，有幾多新聞報道過啦，係唔知近10年賀歲片票房最低嘅一年。3套戲入邊呢，只係得臨時決鬥同埋長島必贏僅僅過到1000萬嘅啫，係相當之可惜嘅。咁嗰陣1月尾咧，開始傳出咗一啲嘉禾有啲戲院執笠嘅消息啦。好，到2月啦，其實都冇乜特別新嘅戲上映。我俗稱新嗰啲就係冇偷步報上年金像獎嗰啲啦。例如看我今天怎麼說同紅豆咧，應該都係有報到上年金像獎嘅。去到3月啦，亦都係偷步報咗嘅《淺淺歲月》啦，同埋有張家輝嘅呢套《蜀夢》，咁就係今年3月嘅新嘅港產片嚟嘅。呢套戲咧喺澳洲墨爾本呢度都係有上映，場次都唔少嘅，係張家輝自導自演啦。咁亦都一直係用好多唔同 social media 嘅渠道去宣傳。
票房總叫過到1000萬，亦都唔算，坦白講唔算好好啦。但係擺落今年上半年嚟講呢，亦都算係票房唔錯噶啦。去到4月份啦，大家除咗沉浸於今年電影金像獎好精彩，同埋大家回顧翻上年有幾多精彩嘅戲之外呢，亦都有幾套新戲上映嘅，包括有呢套眾籌拍嘅電影《賭破法蘭克》啦。呢套戲呢，其實就幾年前已經講過係想眾籌拍噶啦，但係出嚟個 class 呢係同幾年前係好唔同嘅。口碑亦都唔算好好，票房更加都坦白講都有少少差差地咁樣嘅。另外有英皇電影《荒島美人魚》溫碧霞主演嘅呢一套，呢套呢亦都夾雜咗另外男主角係台灣演員啦。口碑都相當之差劣嘅。唯一對於我嚟講個看點呢，就係入邊嘅監製其中一位呢，就係好耐冇涉足香港電影嘅彭浩翔導演啦。到5月份有一套都叫做倉底貨嘅戲終於推出啦，《送院途中》。不過就食住即係金像獎之後嗰個香港電影個熱潮啦，加埋古天樂、游學修都喺金像獎係有份提名嘅，講緊上一年，所以呢套戲呢，票房都接近1000萬嘅。呢套戲喺我23年年頭喺香港一個電影節係睇過，當時個版本睇完呢，我覺得係即係呢套真係名副其實嘅獅子山下嘅戲，入邊係樣樣都想講啲，但係樣樣都講得唔深入，即係包括想講救護員呢個題材啦，想講佢哋好辛苦好吃力，想講佢哋晉升上面嘅嘢，即係個事業上係點樣啊，又牽涉到家庭，又拉移民，又想拍咗一場大場面意外啊嗰啲。樣樣都有，但係樣樣坦白講都唔算拍得好好嘅。但係就食住個口碑嗰啲呢，咁因為之前金像獎一直有好多廣告啊出啊嗰啲，都攞到接近1000萬嘅。而另外一套都算係香港電影嘅戲呢，就係劉偉強執導《水餃皇后》呢套戲呢，我自己就冇睇嘅。咁有人提及過，就惠英紅喺入邊嘅演出呢係相當之出色。咁就睇下下年有冇機會提名呢個女主角或者女配角啦。5月仲有一套邱禮濤導演、劉德華主演嘅戲《獵金遊戲》，都係好近年劉德華啲電影咧好泛濫咁樣一直咁去拍，甚至乎好多佢自己做埋監製。故事係一定好會有唔同，但係次次個角色啊個感覺都係好差唔多。呢套我自己睇咗嘅，但係真係除咗呢兩位之外，好難談得上話呢套係香港電影。但我諗 so far 都應該計咗落去香港電影嗰度嘅。到6月份啦，另外一條片又講，我翻咗嚟轉機2日期間呢，就睇咗2套戲，包括林善、譚善陽執導嘅《不赦之罪》同埋陳大利嘅《拼命三郎》。呢2套我好睇咗啦。我自己感覺係佢哋有各自各嘅問題啦。簡單地講，《不赦之罪》我覺得真係受制於個 budget 同埋導演嘅經驗啦，劇情係好唔深入啊。套戲亦都好短，84分鐘，入邊亦都好多不停剪輯入去，即係重複播咗幾次嘅畫面出咗嚟。而好多嘢呢，又因為 budget 咧冇得拍，包括我另一條片有講到啦。導演有講到話臨尾係想加一場燒教堂或者燒十字架嘅戲，但礙於 budget 咧冇得拍，咁所以到套戲呢，氣氛好夠嘅，配樂做得好好嘅，但係就到喉唔到肺咁樣咯。只係一提入邊 Pixel 入邊嘅 George 咧，我覺得做得幾好嘅。拼命三郎又係半倉底貨啦，幾年前你完全睇得出嘅，因為呢套戲入邊有好多關於即係剪輯咗啲新聞片段，咩疫情啊，咩放寬咗第幾階段社交措施呢啲呢，即係坦白講，我覺得真係十分之唔希望回望，亦都好荒謬嘅情節係，即係講緊情節係講新聞片段嗰啲情節係加咗入去。導演亦都冇話即係特別剪走佢啦，因為始終拍嗰陣好多都例如戴住口罩啊呢啲，即係想剪都唔能夠剪晒。但係其實劇情即係包括入邊即係所謂嗰啲黑社會啊、古惑仔啊，都係即係加埋即係鄭浩南嘅演出咧，都係相當之老土。譚耀文好少有做男主角啦，對上一套佢做男主角嘅《二次人生》我都有睇嘅，呢套甚至乎我覺得做得比《二次人生》更加差添。我覺得佢偏向做呢個角色嗰陣比較用力啦，而 Locker 咧亦都好少有地做主角。咁呢套戲嘅 Locker 呢個角色咧，
當年係本身係由 Mirror 入邊嘅 E 人去做嘅，不過講真，因為出現咗演唱會事件呢，佢就推咗呢套戲，覺得未 ready。咁套戲出嚟嘅票房都好差，各有各嘅原因啦。6月份仲有一套嘅就係李子俊導演執導嘅私家偵探，半馬來西亞半香港嘅戲啦。因為佢都有攞到一啲馬來西亞funding去拍嘅，但係主要演員都係來自於香港。呢套戲冇機會睇啦。如果我當時係留喺香港，例如超過2日，或者我都會考慮睇下嘅。咁但係真係奈何真係冇時間啦。最後就揀取咗《不赦之罪》同《拼命三郎》。So far 呢啲呢，就係今年上半年港產片大家睇到嘅戲啦。我諗數落去，大家都感覺都其實幾失望。你話如果冇埋一啲即係偷步咗上年金像獎嘅戲，即係支撐住個票房，即係包括例如看我今年怎麼說啊、苦讀筆啊呢啲嘅話呢，我諗談論點係更加少。即係每套戲嘅問題都即係各有各嘅問題啦。咁兼且有好多倉底貨都攞翻晒出嚟，而展望下半年呢，希望有更加多出色嘅戲，包括應該今個月開始會出優先場，下個月上映嘅《無名指》啦，由郭富城、梁詠琪同埋應屆金像獎提名最佳女主角嘅許欣怡有份做嘅。順帶一提，許欣怡呢今年嘅產量其實都幾多嘅，即係包括有跨年上嘅《久別重逢》啦，有《蜀夢》啦，搖籃范西，我可能讀錯咗呢個名，可能字幕度補翻。加埋呢一套呢已經今年第4套戲啦。咁啊睇下呢套效果點樣啦。再加埋10月份有呢個他年他日，係由呢個張艾嘉監製，許光漢同袁麗琳主演嘅。雖然聽落去呢套戲感覺似台灣戲多啲，但係因為佢係有攞香港電影發展局嘅 budget 去拍呢套戲，所以唔知會唔會都 kind of 下年有機會參加金像獎啦。再加埋講咗預計會今年上映嘅戲，包括《寒戰1994》啦，吳彥祖、吳慷仁、劉俊謙主演嘅呢套電影，大家都等咗好耐啦。有2套嘅前傳入邊，呢套係第一套，暫時暫定會今年上映嘅。亦都古天樂有講咗其中一套都市傳說啦，《尋秦記》會喺今年年底上映，喺內地一啲展覽會入邊亦都有講到出嚟嘅。再加埋睇下會唔會即係正式上《風林火山》啦，因為呢套戲自從康城好似俾人劣評完之後，又好似放低晒啲宣傳啊嗰啲，唔知係究竟需要再剪接啊，定係咩原因啦？好，咁就如果大家都喺嗰度嘅話，就多多支持港產片啦，亦都希望多啲港產片可以喺澳洲墨爾本呢邊上映。其實俾大家知道下呢，依家係錄影係25年嘅7月2號，即將大家喺澳洲 Melbourne 呢度會睇到咩戲呢？包括可能8月中呢，頭8月中呢，有一個叫做 Hong Kong Film Festival 呢，係有得上一啲香港電影嘅。有咩戲呢？包括有爸爸啦、苦讀筆、四徑大步走、記了一整個春天同埋私家偵探。其實大部分都係一啲上年上映嘅戲，即係隔咗我諗都超過半年先有機會喺呢度上。係失望就係失望啲㗎啦，不過就都好想有幾套都好想有機會去睇，咁都買咗飛去睇嘅。咁大家對於下半年有咩期待嘅電影，或者上半年有邊套戲係你心目中最深刻嘅電影呢？歡迎留言，大家一齊傾下啦！多謝大家。